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总统专机上接受 CNN 专访，被问到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有何遗憾，他坦言，问题出在2年内花在与选民沟通的时间太少，花太多时间处理政务和访问友邦，很多人认为我跟他们有点脱节。对此，民进党前立委林濁水直酸怪上加怪，网友则认为这是小英无能的借口而已。林浊水在脸书表示，小英几个理由都蛮怪。首先，花时间处理政务，只要政务处理得好，岂不是和民众最好的沟通？其次，处理政务是不是多到造成阁揆部长很大的干扰？如果是，时间的确少花些比较好。再者，太多时间花在加起来占世界人口不到1%，毫无影响力的国家上，的确莫名其妙。结果人家花都不花时间的，他却花太多，检讨的确中肯。既然如此，早就该少花时间了。但看总统口气不但不是如此，反而有邀功之意，那就是怪了再怪了。林浊水认为，蔡英文讲这段话，目的无非向民众沟通，结果是越沟越不通。所以总统不是花太少时间和民众沟通，而是花了太多时间做反效果的沟通。